大家好，我今日咧就教大家一個去曼谷出境嘅時候係超快脆嘅出境方法。咁我自己實測咗一次，咁我覺得 OK 冇伏嘅。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。咁首先咧，你哋出境嘅時候咧會有兩條拉嘅，一條拉就係放外國人啦，一條拉咧就寫到明泰國人嘅。咁你唔好畏懼咁樣，即刻行過去泰國人嗰條拉，衝過去之後咧，嗰度咧就會有一排寫住放泰國人嘅出境機啦。另外咧有一個零零舍舍咧係寫住放香港人嘅 E 通道出閘機嘅，唔係好多人嘅啫，好好嘅，因為呢一個咧我相信都仲未係好實行到，因為嗰個職員咧你揸住香港 passport 咧問佢可唔可以由呢度入咧，佢話唔得㗎，你要向外國人嗰邊嘅。咁我自己唔理啦，膽粗粗就衝咗入去試啦，結果咧係超快脆嘅，大概我諗幾廿秒就已經可以過到關㗎啦。成功過關嘅時候咧，佢會俾一張紙仔 receipt 你啦，跟住然後你就咁出境就得㗎啦，係冇需要蓋印嘅。咁而出境嘅時候咧，直接去 e-passport E 通道嗰度直接出都 OK 㗎啦，唔需要話又話要補翻個印仔啊出入境咁樣嘅。咁呢個方法咧，我覺得係唔錯幾好啊，係唔需要再喺曼谷過境嘅時候等候啊，大家快啲去試下啦！